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赛车，这个两只手都爱换hand道路，安尼拄到突发的状况，才会当紧急来应变。不过，伫芬林西里交流道前，发现一个驾驶赛车竟然是一手捧碗，一手压地在食面，是坐伫个副驾驶座的女子帮忙咧换这个hand道路。当时这个车阁是要驶去的高速公路顶，真正是替性命跌滚生笑。警方讲，这种的行为上悬会当罚款36000。厉害哦！驾驶双手捧一碗面伫食，赛车的手是来自副驾驶座的女乘客，伊咧赛车上高速公路交流道。来啊，换你了。车上高速公路了，女乘客要求要换伊驶，短短10几秒的影片，看过人拢讲真正唔惊死。如果有一点闪失的话，拿生命开玩笑不是吗？超级危险的，这样子还蛮可怕，而且不只是影响到自己，也影响到如果紧急状况，行人的安全也是要顾虑到。赛车食面，爱女乘客倒换驾驶盘的地点伫芬林县的西里镇。上交流道前的这段路是倒线道，爱先倒滑通过了，才会当上交流道。车真济，驾驶食面控制油门甲档啊，驾驶盘由女乘客控制。若配合了不好，就会出车祸。主驾跟副驾的距离其实有点远，没办法那么主观、那么立即的去感觉车子现在要怎么控制，刹车跟油门也不是副驾驶在场，所以他也没办法知道说车子现在要怎么样跟方向盘去做搭配。教训班的教练嘛强调讲，赛车本来就要双手换好驾驶盘，拄到紧急的状况，才会当稳定的排解。两只手无换驾驶盘是碰面伫遮，真正有够悍。警方讲，安尼已经违规，上重会当罚36000块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